今天說一說江小柔車禍離世這一段新聞。成件事我嘅評價係兩個字：可佳。24歲嘅一條靚妹讀書唔多，哇！視頻平台興起，個個都要做博主，我又做。嗱，最新嘅數據係138萬粉絲，作為一個博主而言，個成績真係威得好緊要㗎嚇。但係平台競爭咁激烈，我點先可以揮贏人家呢？梗係要搞啲噱頭嘢啦。於是上一年2025年8月份先做第一條靈異視頻，抌爛個神像，將寫住自己年生八字嘅一張紙仔釘響人家墳頭隔離嗰棵樹嗰度，仲要自己生人着壽衣，卒之搞到佢自己連着壽衣嘅資格都冇埋。我哋知道咁後生走係冇資格着壽衣。近期佢嘅團隊或者家屬發咗段近況說明出嚟，大概嘅意思就係講緊，喂，反正人都走咗啦，大家真係唔好再去講佢啦，大概咁嘅意思啦嚇。我自己有幾重身份嘅，神功師傅、風水師傅、算命師傅。即使我作為一個專業嘅神功師傅，一旦凡嚟到呢啲大山大嶺嘅位置揾真龍真穴，做嘢嘅時候，第一時間係裝香俾當地嘅山神土地嘅，然之後馬上就裝香俾我服侍嘅呢一位先人嘅隔離左右，講一句，喂，唔好意思，打攪晒，規矩就係規矩，老祖宗傳落嚟嘅規矩係要嚟遵守嘅，而唔係為咗你去博人眼球，專登打破呢個規矩。成件事我嘅評價係兩個字：可佳。又例如我見到好多所謂嘅行家，當然係呃秤嗰啲啊，自己專登整個劇本，揾條車咧飛響個手機屏幕面前扮自己撞鬼，於是師傅救咗佢。喂，呢啲咁嘅劇本20年之前嘅怪談都寫到爛晒㗎啦，係嘛？而家仲有人信嘅咩？作為一個專業師傅，可以好負責任咁同你講，20個人話自己撞鬼嚟揾我，有19個都係自己嚇自己，得1個係真嘅。即使你真係舐咗嘢，其實一條褲搞得掂嘅，唔使喺個屏幕面前做晒大龍鳳、噴晒火咁嘅款嘅。睇晒成件事，我嘅評價係撩鬼攞命，自己攞嚟賤。